讲到这高铁要通到宜兰，这宜兰站就决定要设伫咧观景中心南平350公尺的所在，伊甲新的宜兰火车头共一个车站。不过这附近佫有真侪住户和庙寺，居民是话讲要组一个权益促进会，希望政府会当公开征收的资讯，减少拆迁的范围。 这间宜兰市总楼顶南庙，拄好伫咧高铁宜兰站，抑个代替宜兰县站强固站内面，甲附近的徛街共款，以后恐惊拢爱拆。附近的居民有人担心，有人期待。后面那边有一个那个国宅，里面很多户哎，那你拆迁的话，要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哎，你叫那些住户要去住哪里？现在房子又那么贵。你支持高铁来家吗？对。为什么？ 这一摆公开发展啦。高铁延伸宜兰岸全长60.6公里，初步估计经费1880亿。宜兰这边的车站决定伫观景中心以南350公尺，有林地内面的徛街庙，恐惊拢爱拆。地方成立宜兰县双体强固区居民权益促进会，希望拆较少咧。居民的声音是希望说，能够在政府要把它透明化，能让我们了解到说，他现在的。 将来的做法要怎么做这样子？促进会按算23开成立大会，除了担心被拆迁的大户征收绩效无合理，也认为案件资讯无透明，希望公部门伫咧高铁设站的时阵，爱适时公开资讯，甲民众沟通。促进会会伫咧政府甲民众之间协调。那因为办理的机关是交通部铁道局哈，那县政府会把民众的意见。 请铁道局这边来参考，也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跟民众说明哦。高铁延伸宜兰案已经进入2阶段环评，相关征收方案也搁伫咧规划。县政府讲，居民的诉求会协助转达给交通部、县政府交通处的官帮，要高铁延伸宜兰案件的相关进度资讯，互民众做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